我多。好，牛奶一箱，大冰箱一個嚟。你男朋友走啦，護用品啦、柴米油啦，仲有升級咗咩啊？雞鴨鵝就緊㗎啦。大家可以見到我哋背後咧有好多剛需嘅夏季需要去用到嘅風扇啦。不過仲有大冰箱，實打實嘅，一陣間你哋係免費碌到就可以攞翻屋企啦嚇。免費抽油咧就可以參與啦，各位1/2，即係一半就可以帶走啦，唔需要完全套晒落去。即係譬如話呢個大冰箱，基本上就咁就可以攞走啦，接近一半我都俾你帶走啦。我哋本次嘅活動咧就係免費參與㗎嚇。OK，嚟現場嘅朋友，俾啲尖叫聲好嘛？你嗌得最大聲，你入嚟先，係呢個嚟。好嘅，好，開始，3、2、1，做佢冰箱啊，冰箱啊，冰箱啊！冰箱已經出咗嚟啦，有冇拉貨車過嚟裝？有小姐，好嚟，1、2、3，做佢！因為佢上次咧係粉絲嚟嘅，佢係星湖一方等咗，之後咧就敏捷城又等咗，又等唔到，所以機會係留俾有咁呢度準備嘅人，係冇錯嚟。OK， 唔使睇啦，牛奶一箱，大冰箱一個嚟，可以嚟翻佢落嚟，開心冇？開心！我哋今晚係第一個有冰箱嘅，可以黏一黏你啲運氣，好唔好？好，望將你嘅運氣咧可以帶俾現場嘅各位朋友仔，恭喜晒，恭喜晒。OK， 係啦，拖佢出去，拖佢出去。哦，梗係開心啦！老規矩，邊個嗌得最大聲口號嘅，送多隻圈，好唔好？3、2、1，事不宜遲。我想話，如果兩隻冰箱你中咗，你可唔可以俾隻我？冇問題，有福共享。可以，喂，中咧！恭喜晒呢個靚仔，一桶多晒油，一個大冰箱，一包華夫餅，恭喜晒！我哋祝福下佢啊嘛，借佢啲運啊，係嘛？嚟，攞獎品，攞佢落嚟，你講你喺邊度住啊？我喺就麻煩你聽叫落嗰啲三腳雞車咯。好近啫，孭翻都冇問題。孭翻去啊？嗱咁樣啦，可以玩大啲啦，花生油可以換3個月，可以選擇唔換。好，俾3個月嘅，因為你有孭你條冰箱包油，攞條花生油辛苦啊，兄弟。好嚟。加油啊！係啊，唔緊要，睇睇有咩先嚇。冇咗花生油，羅芬洗潔精，劉晶大舞台，感謝你就嚟。好，嚟影多張相先。個手勢啦，你自己搞掂咯，哥哥。姐姐，呢個全程靚女，呢個中獎機會大啦！我同你哋講，姐姐。山頂嘅朋友喺邊度？嗱，因為太高啦，你哋真係想玩嘅就落嚟，嚟個6位，係入嚟收佢。Nope。哎呀。Nope。乜嘢嚟㗎？你冇笑得咁奸先，我問一問大家，呢度算幾份？3份。嗱，我聽大家㗎嚇，睇尖叫聲啊嚟，1份㗎，有幾多個？我冇。算2份嘅有冇？冇。3份嘅有冇？全部都係你親戚啊？嗱咁樣啦，俾你再選其他嘢，我當你3份。我見到你等得咁耐，份呢個煲嚟1份係嘛？牛奶 OK， 仲有呢？你過嚟交埋。得啦，因為佢唔貪心啊嘛，我最中意啲唔貪心嘅人。即係你總之嗨到邊我都俾你啦嚇，私人醒嘅。我有嘢啊！唔好咁小氣。支持劉姐，我多啦。好，OK，多謝。下車大舞台，等我拜完山翻嚟先講有咩嘢好嗎？下次見，拜拜。多謝大家捧場，劉姐大舞台。